感谢主吼，俄罗主，个请咱来献开401首，401首，愿全能主上帝。这个女声吼，伊唱的是迄个第三谱表，是第三谱表甲迄个第三谱表甲第四谱表的细腻的，吼，迄毋是咱要唱的，迄是配音，所以迄价位毋免唱，是阮因要学音，所以唱这个。所以咱小等伫咱咧咱咧做礼拜时阵，即首咧底啊尔吼，所以咱就唱2遍吼。所以阮即马搁唱1遍，互大家听。
点到第二支的紫色蜡烛，是要准备咱的信心，就准备主的路，以家己的好行为来做榜样，互不信的人会当因为咱的好行为来刻慕耶稣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吟诗吟诗，好罗主上帝，咱着来吟诗吟诗，好罗主上帝，叫做大伊的声，叫做大伊的声，好罗拯救咱的救官，好罗拯救咱的救官，咱三家到主的面前。那三个上帝叫大，咱王的王，上帝叫大，万王的王，咱主的主上帝。
心所在的所有，阿伯也是的创作，万山点大呀呀，丰收的主上帝。咱着来吟诗，吟诗好罗主上帝。咱着来吟诗，吟诗好罗主上帝。流出大海的声，流出大海的声，好罗拯救咱的救伴，好罗拯救咱的救伴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咱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做人来祈祷。伫咱周报的第7面，主祷文，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着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做阵来启用，伫启用文第66篇，在咱圣诗后面，启用文第66篇。启用文66篇，就是启示录第22章。启用文66篇，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。将长袍洗清去，遐个人真有福气。遐个狗类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死人的、拜偶像的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。我是大笔的君，是伊的后裔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，喙呆的人就来。为着这个事做证，迄位讲：阿门。主耶稣啊，请来。下面咱们请主礼欧来献诗，有主在我船上。
好来，咱额头同心来祈祷。袂捌有人徛的，透开，甲因牵来。若有人问恁讲，啥事做安尼，恁就着讲，主欠命伊，连命要互伊倒来遮。两人就去，拄着一只驴仔伫路里的弯角，伏伫门外，就偷伊边头徛的人，有会讲，恁偷驴仔。要啥事啊？因照耶稣所讲的，甲因讲，遐个人就放互伊去。因就牵驴仔就近耶稣，虽然家己的衫摊伫迄顶面，耶稣就徛伊。有侪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里，也有诶用树枝，就是对远离所带来的。前行后退的结果讲，何塞纳伫主的名内应该得到阿乐。迄个得要来的国，就是咱的祖公大卫的国，应该得到阿乐啊！伫至高的位啊，何塞纳！耶稣入耶路撒冷，入殿堂，四过看逐项的物，日已经暗，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伯大尼。下面，咱要请团导答咱。正道伊的题目是：咱欢迎君王降临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用马可福音11章这段故事来做伙来体会主祷文最后一句：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的即个意义是啥物？今仔日是主祷文的即个主题的讲道的最后一讲。其实毋知影透过传道即一档的即个讲道，敢有互大家会当来更加来了解，无论是信仰个别，也是主祷文，有一个较深的了解。毋茫吼，其实透过今年的即段时间的遮的讲道，会当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伫信仰个别。甲主祷文来透过即两个来更加来认识咱的上帝，会当来真做活出信仰的即个根据。伫讲道开始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求你即时甲阮同在，采见你的圣神，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教导，嘛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伫今仔日开始之前，要开始来讲故事。伫咧耶稣迄个时代，整个犹太的地区，甲整个迄个叙利亚的地区，拢受到罗马的统治。对于俄国首都开始，即个俄国首都就是啥？就是迄个要报名上册，互迄个约瑟甲玛利亚会爱去迄个伯利恒的迄个王，迄个罗马的迄个皇帝。迄当时咧，即个俄国首都，伊互人称作是上帝的囝，和平的君王。这是为虾米咧？因为伫咧伊掌握即个权力进前，罗马其实经历着侪的内战，阁有足侪政治内底的动乱。直到迄时，甚至是一个凯撒大帝，伊嘛受到人暗杀了后，阁接续有整个罗马即个共和体制。会受到破坏等等的遮个问题，拢是俄国首都伊透过政治、军事等等的方式来得到稳定的，所以伊渐渐重新起造一个罗马帝国有一个稳定的局势。也因为安尼，后来所有的历史的学家，伊就认为这段时间就叫做罗马和平的时间，嘛称伊做和平的君王。
带来和平的上帝的囝。哦，这个称呼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迄个比喻啦，吼，对毋对？啊，毋过总是当咱咧思考的时阵，咱的和平的君王是啥？咱带来和平的君王是啥？总是咱嘛要来思考，即个君王伊所带来的即个和平，伊是用啥物款的方式所带来的？其实这可能答案咱拢已经真清楚啊，吼。伊就是我靠绝对上强的即个武力来缔造带来和平，对毋对？伫咧迄个当时，无酒破衫破苍手机，温柔救助对遐过去。为炎君王行路真真，命归留在黄是真幸。这世界都开山路天，他也是罪恶冠冕。为炎君王行路真真，年顶天君看这情形。现出面上可怜同情，看看救主怜悯牺牲。为炎君王行路真真，最后到前必经目前。伊要做你用光星星，要等伊所满有成行。为炎君王行路真真，险地自在黄是真幸。阿头忍受了刻苦刑，年老上帝即将冠冕。请坐，下面咱来奉献。咱来到上帝面前，谦卑领受上帝恩典。咱来孝顺上帝所赏赐一切事，咱来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咱对内心来准备奉献，求上帝感纳咱所献的时间、金钱、甲心智。
请坐。下面咱来报告，伫报告进前，咱做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两解。伫周报第2面，请愿尊贵荣光规日袂毁坏，袂着万世代的王，独一的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17节。愿尊贵荣光规日袂毁坏，看袂着万世代王，独一的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17节。咱来看后礼拜圣工的分担吼。咱后礼拜领唱是正人教执事，司礼是张景元执事，司琴是庄怡玲团长娘吼。献诗是玛娜甲社青吼。司献是张文兴执事甲周明祥执事。交代张文兴执事甲黄慧谦兄弟。音控是施浩轩甲许承恩兄弟吼。咱来看后礼拜主会吼。咱拜三查经祈祷会，咱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2章，主理是咱李传道，司会是赵一乐长老吼。那后礼拜咱礼拜吼，咱要请圣山牧师来主理吼。伊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5章17到18节，甲民数记第8章23到26节吼。咱圣诗的部分，咱家己看吼。若有闲，咱家己看吼。咱来看后面的报告的消息。咱今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吼，咱点第2支的紫色的蜡烛是象征吼，咱在准备要有信心。着准备主的路，甲咱家己好的行为来做模样吼，互无信的人会当因为咱的好行为来刻薄耶稣吼。咱今日是请迄个郑美凤姊妹甲陈淑达咱点蜡烛吼。第2项，咱圣诞节的活动，咱就是今日咱12个吹杯，咱今日下昼吼，咱新农照护中心咱有头地的吹奏吼。21号。拜六，咱有圣诞节庆祝会，时间咱有改做下昼2点开始吼。22号的礼拜，咱有圣诞节的赞美礼拜。24号暗拜日暗吼，咱要去报佳音吼，咱要行鸟空迄条线吼。咱有一寡邀请卡吼，咱放伫下骹，咱若需要，咱去摕吼。第3项，咱圣诞。咱来唱圣诗第401首，愿灵主上帝，咱唱2解，吟诗煞，咱请柯牧师带咱祝祷。心勇敢。
完全领主上帝，保守所好应无体，所平安完全平安，愿心勇敢度万难，呀我蒙主的名，扬手的眼目睛，完全的做兄弟，我是风眼目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毋望甲救赎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